時間一直向前走，每個人都會老去。曾經走過無數山川河流嘅佢，依家困咗一張小小嘅輪椅上面，面對自己老去，需要人照顧，佢唔願意忍受病痛嘅折磨，更加唔想成為仔女嘅負擔。有時候，曾經無所不能嘅父母，會喺一瞬間變成需要我哋照顧嘅小朋友。喺所有慢性病長者入邊，得1%係得到正式照顧嘅。呢啲長者可能患有認知障礙症、中風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，但或者老去唔係結束，而係一個新嘅開始。英盈軒專注於為慢性病長者提供全方位嘅居家安老服務，致力於令每位長者喺熟悉嘅環境入邊揾到安心同歸屬感。我哋深信，屋企唔單止係長者嘅記憶空間，更係佢哋心靈嘅港灣。所以，英盈軒以心印心居家安老為核心理念，融合醫療同埋生活服務，為長者提供專業又貼心嘅支持。英盈軒針對慢性病長者，特別推出個性化嘅居家護理方案，3對1專業團隊，由治療師、護士同復康助理組成嘅團隊，為長者提供全面嘅健康管理，涵蓋手術後復康、疾病長期護理同心理支持。創新科技健康管理平台，通過健康預防、疾病監測同樂齡創新科技咁多層次配合，確保長者喺唔同階段都可以獲得專業嘅健康保障。個性化支持計劃，根據長者嘅健康狀況同需求，度身訂造飲食、運動復康同健康指導方案，為佢哋提供細緻入微嘅照顧。我哋唔單止關注長者嘅身體健康，仲注重佢哋嘅精神需求。通過適當嘅陪伴、溫馨嘅互動，我哋希望每位長者都可以喺生命旅途中找到自尊同安心，唔再驚向前行。每一個笑容，每一個瞬間，都係對生活嘅重新定義。我哋希望尊重生命，唔單止係專注健康，更加係提升生活質量。守護健康，唔單止係復康支持，更加係承載溫暖嘅家庭。以心印心，唔單止係用心呵護，更加係將愛延續落去。未來，英盈軒會繼續以愛心為燈塔，以專業為基石，引領居家安老嘅新篇章，為每位長者寫下絢麗晚霞嘅故事。英盈軒同你攜手同行，守護長者未來。